啊，来，谢谢陆哥，谢谢你哈。来，各位亲们来邀请桂香姐姐安排客厅的歌曲，望气心用的嘴，来共同分享。接下来，谢谢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导播，谢谢，摄影师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桂香姐姐好，桂香大姐好，难得这个机会，新年第一炮，对，新年第一炮啊，没错，就这边开红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你看阿这好来这边啊，昂睡欧大班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红色点缀一下，
为什么？长了疱疹，哦，这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对，这个免疫力下降，就会有这种状况。只要顾好自己来。对，身体真的是自己的，要把它顾好来，对不对？比较不好意思。不会，别这么说，身体好，身体健康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跟你见面。谢谢你们，好，谢谢姐姐啊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桂香姐，谢谢，感谢哈。所以呢，好朋友阿爸母。